日勁歌請嚟呢一位嘉賓咧，經常喺電視機會見到佢噶啦，但係第一次歌手嘅身份上嚟勁歌金曲，有請麥浩兒。Hello， 阿波。你好。喂，你今日係歌手喎？係啊。你嘅歌手嘅身份係幾時開始嘅？其實歌手嘅身份咧就細個已經當自己係歌手啊，係咪好中意？你有參加過一個咩歌小鄧麗君係嘛嗰陣時？嗰陣時其實係清水灣電視城啦，都係 TVB 選咗我11、2歲嘅時候做咗小鄧麗君咯。咁之後其實都有玩一啲唔同嘅公開嘅歌唱比賽嘅，咁最後就選美入行啦。OK， 咁但係你呢個歌手嘅夢一路都冇放棄到嘅。絕對。咁今次咩契機令到你可以重拾呢個夢想咧？其實真係一個機遇底下啦，咁我哋構成咗個鐵三角啦，就係而家唱片公司嘅即係老闆啦 Henry 啦，咁佢就親自填詞黃之恩先生，咁另外就有張佳添老師監製，咁就加埋我啦，咁大家惺惺相惜啦，咁就做咗一隻輕快嘅歌曲《愛就愛》啦。咁但係你同你老闆係點樣係揭起呢個歌手夢嘅咧？其實我首先都好多謝佢係喺我即係平時嘅表演啦，佢自己都會私下去買咗飛去睇我唱 live 嘅。咁另外就係都有考牌嘅，因為嗰時去 studio 嗰度咧，張佳添老師咧同佢哋一齊考我牌，係即刻去未俾歌詞我嘅呢隻歌，叫我即刻入去錄音室試音，加埋自己填詞試下。叫你自己填詞啊？係啊，可能想即係考下我啲隨機應變啊、抗壓能力咯。呢個考牌真係犀利，唔係咁簡單。第一首歌叫《愛就愛》，係一首快歌。點解揀首快歌咧？因為其實想大家一聽落咧就好輕快、好療愈，因為有愛就有治愈嘅感覺啦。咁另外就係想大家即係聽多啲、跳多啲啦。咁另外就係其實想帶出個 message， 就係我哋要愛夢想、愛追夢。你愛任何嘢，唔喺傷害別人嘅情況底下咧，就活在當下，愛就愛啦。有愛就好啦嘛！馬上將個台交俾你，愛就愛，麥浩兒。是什麼天翻地覆？愛是什麼呼風喚雨？愛最喜歡不經意發發芽蝶樹都開花。愛就愛了不需理由，愛就愛了死心塌地。愛最厲害總是你，曲曲眼看不清也琢磨。別要計算代價，愛與不愛，如果失去感覺，說聲拜拜，轉一個漣漪，剎間灑灑手，閉上眼，再去愛。Oh, so come on， 愛就愛，別管它該不該，別再裝傻，別讓自己太委屈，就今夜插着愛火花，Don't hang on， 愛就愛，誰在意？今個星期勁歌金榜第10位新上榜第 N 次初戀馬天佑，第9位新上榜沒人坐的梳化劉浩龍，第8位102歲吳業君咳信風，第7位異地書黃妍，第6位10秒限時文海婷，第5位有共情吳業坤胡鴻鈞，
第4位00000李靜君 Gladys。季軍歌陪你 JW 黃浩儀。亞軍歌原來寂寞得多詹天文。冠軍歌仍會等鄭欣宜。繼續翻到嚟勁歌金曲，喺我身邊有鄺星宇 Alex， 你好。Hello，你好你好。你今次帶嚟呢首歌嘅歌名叫《慢慢咀嚼》。係。我啊聽到啲歌詞啊，真係關於食嘢嘅，但係真係咁表面上講食嘢，定係有一個深層次嘅意見想表達嘅意境呢？其實佢就係講話，其實我哋生活當中要活在當下，同埋要睇多啲我哋留意多啲我哋身邊嘅事物，同埋屋企人啊、家人啊，同埋最緊要自己。係啦，同埋佢有一種覺得就係每一日重來嘅感覺係嘛？係啊。我今日食完嘢，但係其實夜晚又會消化晒，第二之後再重新開始。係啦。OK，我拍呢首歌嘅 MV 咧，聽聞有啲幾靈異嘅嘢發生係嘛？係啊，其實咧當日咧係我哋去咗一個好荒廢嘅屋企入邊，咁屋企喺個屋頂，係跟住拍下拍下咧好 enjoy 咁樣喺度唱緊歌啦，跟住無啦啦聽到隔離有個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跟住我咪扮睇下落邊有啲咩咯，原來係有個綠色蓮花嘅物體太陽能嘅喺度播佛經，跟住之後可能10幾分鐘之後，公司同事覺得唔對路，佢即刻就走咗咯，我哋都要10幾分鐘先覺得唔對路，因為都要拍㗎嘛我哋。咁就點咧？咁嗰幕就完全唔要啦。都有一幕用到嘅，3-4秒咁啦。你自己驚唔驚啊？跟住之後翻到屋企咧，我上網 search 啦，原來真係有個叫做大帽山女鬼屋咯，就係嗰度啦。係啊。哦，咁真係要小心啲啊！拍攝嘅情況當中，哇！嚟緊你有啲咩新發展、新動向啊？我嚟緊咧拍咗個微電影啦，同埋嚟緊我都會喺網上台入邊咧做主持嘅。係。所以我都覺得係好大挑戰咧，對於我嚟講。係咩類型嘅主持啊？佢係音樂節目主持嚟嘅。係。咁但係歌手同做主持呢樣嘢，你覺得會唔會有衝突咧？我覺得係冇衝突嘅，因為我想學多啲嘢，試多啲啊。同埋我覺得做主持應該會幫到我宣傳歌嘅時候點樣分享我首歌。係咁播自己歌，得唔得㗎？唔得㗎。咁可以嘅，OK。咁啊，希望你來年啊唱多啲好歌啦，做主持都做得得心應手嘛。好。我呢個時候馬上為我哋唱出你一首新歌《慢慢咀嚼》，交俾你。Thank you。朝着月光的針，能滴到天荒，蒙着白霜的背，可握到地老，在白晝要分，為夜來匯聚，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變，無論自家沙拉。橫外大烤雞，明明密封空間，可釋放時間，沒事也慶祝，能青春不老，這簡單晚餐可享到盛宴，咀嚼來慢。成就歷史，吃有幾的菜，談模糊的愛，找貪生的意思。原來回味就要咀嚼，再消化，再睡，再肚餓一次，明晨又像個如乞丐見面，原來同在就要珍貴，再相信，再聚，便從頭相依。前面或者烽煙，亮起燭光，都可以。烽煙亮起燭光，都可以成。